各位香港市民，恭喜發財！好開心向大家拜年。一年過去，又嚟到送舊迎新嘅時候。我同大家一樣，趁住農曆新年到嚟，同親人享受團聚嘅時光。呢幾年，我嘅仔女全恩、齊恩、仲恩喺英國留學，所以團年飯都喺倫敦食。今年競選事務繁忙，去英國食團年飯，一來一回最少要3人。不過內心經過一番掙扎之後，我仲係決定延續呢個傳統。畢竟同每一位香港人一樣，家庭對我哋嚟講係十分重要嘅。一年之計在於春，我中意種花，知道呢句説話嘅含義。我屋企有一棵桃花，一棵南華梨。每年農曆年前後，桃花同埋梨花一齊盛開，賞心悅目，帶嚟新嘅希望。而家嘅香港確實需要新嘅希望。過去嗰一年，每個關心香港嘅大家庭嘅人都會感受到，我哋嘅經濟發展落後於鄰近城市，社會發展停滯不前，中產向下流動，市民生活有相當壓力，包括通脹加劇、貧富懸殊、劏房蔓延、籠屋重現等。好多人都覺得年關過得並不輕鬆。推動施政向前同埋社會進步已經成為廣大市民嘅呼聲。我哋需要改變，需要進步，需要穩中求變。因為有進步，社會先至能夠安穩，先至有希望。喺慶祝佳節嘅時候，我哋唔好忘記嗰啲生活艱苦、帶住複雜心情過新年嘅市民。因為香港亦都係佢哋嘅家，佢哋亦都係香港嘅家人。事實上，香港亦都有唔少嘅機遇。內地嘅經濟發展為香港創造咗唔少有利條件，國家亦都大力支持香港嘅發展。我哋要更積極咁捕捉呢啲機遇，將經濟再推上去。新嘅一年，全港市民要一齊面對挑戰，一齊掌握機遇。喺現行嘅制度之下，廣大市民雖然冇選票，但係大家應該有參與嘅權利。對於香港嘅未來，我哋都有共同嘅利益同埋承擔。大家要齊心一意，企出嚟發聲，為香港撐起有希望新嘅一年。我要感激各位市民喺過去為我打氣，向我提出建議同埋批評。你哋嘅鞭策讓我更加努力，你哋嘅訴求同埋期待我銘記在心。新一年我會同香港各界、各階層、各地區人士一齊為香港奮鬥，為香港打拼。最後，我代表我太太清怡同埋仔女全恩、齊恩、仲恩，祝香港市民以及身在各地嘅香港人幸福、健康、快樂，馬到功成。